以道自見，釋經靈修。聖靈的引導，馬太福音4章1節，路加福音4章1節。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導曠野。耶穌滿有聖靈，從約旦河回來，聖靈把他引導曠野。從今日開始，我哋將會用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嘅版本，一句一句嘅默想耶穌10日嘅試探片段。耶穌基督喺在世嘅生命裏邊，係我哋嗰個嘅模範同埋榜樣。佢在世嘅一生，唔單單係佢自己嘅生命過程，更加係世上邊所有人嘅根源、本質同埋目標。耶穌嘅生命話俾我哋聽，我哋嘅生命喺上帝裏邊一切嘅可能，其中一個可能就係聖靈嘅生命。原來人活着唔單單係自己活着，更可以係喺聖靈裏邊活着。聖經有唔少嘅詞彙去形容一個人喺聖靈下嘅狀態，譬如話聖靈降臨、聖靈充滿、聖靈引導、聖靈同在、聖靈提升等等。無論如何，呢啲嘅詞彙都話俾我哋聽一個好重要嘅事實：我哋活着唔單單係一個人自己嘅意志之下嘅決定，更加係有聖靈某種意義下嘅參與。我哋發現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對於耶穌基督到達曠野嘅狀況略有不同嘅描述。馬太話俾我哋聽，耶穌被聖靈引導到曠野，而路加就話耶穌喺約旦河被聖靈充滿，然後繼續被聖靈引領。我哋唔知道兩者嘅分別，究竟聖靈喺一個人生命裏邊嘅運作方式點樣樣？呢個係上帝嘅奧秘。但係無論係馬太抑或路加福音，聖經都以聖靈作為耶穌整個曠野經歷嘅開始，冇其他特別嘅原因，唔係耶穌自己嘅決定，亦都唔係人世間任何事情所導致嘅結果，唯獨聖靈引領我哋進入上帝掌權之下嘅美意，哪怕呢個係曠野之路，亦或係死蔭幽谷之路。弟兄姊妹，你嘅生命有聖靈參與嗎？或者你對此感到難以理解？不過我哋或者唔知道聖靈點樣喺我哋生命裏邊嘅運作，我哋只需要知道聖靈真喺我哋生命嘅裏邊，開啟我哋生命嘅各種可能性。以道自見，釋經靈修係由建道神學院推出，作者陳偉安，播音葉清、陳偉安。